亚洲 TCCF 创意内容大会咧是今仔日起稿，这是一场汇集国内外影视甲动画等等产业的一个盛会。这届是规模上大的一届，有上百间国内外的业者拢要来讲合作。咱的文策院是来表示讲，希望会当借着这个机会，互咱台湾有这个内容，互全球拢会当看到咱的文化实力。掌声来开启今年的序幕，对接国际市场，壮大台湾内容。由文化内容促进院主办的 TCCF 创意内容大会自拜日正式起稿。TCCF 汇集侪个国内外影视产业、串流平台和动画、网络、电动等业者共同来参与盛会。尤其今年立法院通过文创法修法，其中伫免税额政策，就是要鼓励国内外业者投资台湾的内容创作产业。文策院表示，今嘛是投资的上好时机。台湾目前其实是对于内容产业最高度重视的一个时机。那我们期许 TCCF 不但能够成为是一个汇聚亚洲最多人才跟内容的媒合平台，同时我们也觉得现在是投资台湾最好的时刻。今年的 TCCF 是第4届，也是历来规模上大的一届。全球有539件影视作品的提案报名，更有上百间国内外业者要来谈合作。希望国内有发展性的 IP 会当透过 TCCF 争取到国际投资和合作的机会。尤其台湾有多元文化和民主自由的创作环境，这嘛是咱的优势。The freedom requires strong political, industrial, and commercial commitments, so creative exchanges can happen in a vast market. 台湾具有非常多的特点，它是多元文化，加上民主自由，加上东方与西方的荟萃。那同时在华语文世界里面，台湾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入口，也是最具有这个特点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觉得，这个 TCCF 是很重要。这届的创意内容大会也有设立20本的奖项，总奖金超过500万新台票，要伫提案的影视作品当中选出优秀的作品。大会自11月初7办到初10，大家拢会有座谈会和工作坊等等的活动，要让全球看到台湾的创作力量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